接落来是要提醒爱食青的物件的民众就要注意。疾管署昨是公布南部有一个无90岁查囡仔，因为身体无爽快，住院治疗。不过煞是去验出讲是有出血性的大肠杆菌，是这3年来头一个。目前伊的接触者34个人是拢无症头，这个物件嘛无验出菌，所以讲这感染源也搁爱查。看起来真青的肉排，放伫前台是芳公公。毋过青正的肉品，要食落去进前一定要搁注意。疾管署二早公布案例，南部一位无10岁查某囡仔，伫3月7日出现发烧、腹肚痛、屎出血等等的症头，前往病院了后收治住院，落尾伫18经过检验，确诊是出血性的大肠杆菌，更加是国内3年以来头一个案例。食品的一个检体呢，跟人体的一个检体呢，结果都是阴性。19号的时候呢，那也邀请了农业部、还有食药署、还有地方政府的一个相关单位来做就疫情调查跟防治策略的一个部分。疾管署表示，目前个案转一般的病房观察当中，卫生单位甲农政单位也紧急启动相关的调查。列查某囡仔的接触者34个人是拢无疑似的症头，另外亲人等5个人，阁有食品检体采检，全部拢是阴性。毋过查某囡仔阁有啉私人加工处理的用冷，经过检验，结果也是阴性，所以详细原因阁在厘清当中。台湾的食物也慢慢的转向多元化，那所以说各式各样的随着食物而来的病原体来源都有可能发生。以后餐厅呢可能在食物的一个保存，还有说在消毒上，那厨师等等厨房人员的一个卫生，那其实也是未来我们的食安的安全指标。针对这个案例，也医师推测问题是出伫海产的可能上大。疾管署也特别提醒讲，个人食熟的物件是较济，毋过国外的病例包含食用生菜、无煮熟的肉排，或者是青冷，这拢可能是染病来源之一。应该避免食无熟的，或者是无经过灭菌处理的饮品，降低感染的风险。公司新闻采访报道。